挑战啦啦！康康，大家好，我是康康，今仔日真欢喜来这甲大家见面。不过吼，康康这两字唔嘛免念康康呢，老师讲。应该是康康啊。嘿，对吧？因为健康是健康嘛，啊你啊念姓就是爱念康啦。是。我是康进营，外号康康。介绍咧，队友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敏啊，我是这应该是在康康上久的。哦，老我这你讲年纪上大。嘛是啦，应该是啦，我63。看袂出，看袂出。好，欢迎你哦，快来跟上来去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俊啊。嘿，我刚刚熟悉嘛，这几年啊，刚刚熟悉。是好朋友，安尼。快来跟上来去诶。大家好，我叫小嘅，我嘛是康哥的好朋友啦。嘛是干爹哦。嘛是干爹啦。嘛你不要讲算，我甲康哥伊第一届做导演的时阵，拍电影的时阵，我的所在嘿，可以用，安尼。什么话我用啊？唔是我，注意啊！我的所在互你用。电影的时所在就你地点啦，地点嘛做可以用啦。系啊。刷落去，这个嘛是艺术家哦。嘿，来介绍这里。大家好，我叫做连记，我是康哥专业的歌手，不管伊咧打顶啊唱歌，还是讲笑的，我拢大力来讲落去。我即马嘛是康哥专业的司机。我这边加精彩吼，这边拢好朋友呢。是。你边的不是好朋友。我这边比青菜，比好朋友吼更加亲密一些啊。哦。阮这队叫做白仔囝邱奖金，欢迎咱的队长老米金。我是老米金，不是老代表。老米金呐，都在有请教老师，老米金呐，就欢喜来这节目来学来学习。你身足济对，你规个拢安尼。减肥为着健康，健康啊，为着健康啦。对，康哥嘛是啊。伊较早开火锅店，家己拢偷食。是，爱吃啊，器材啦。对。啊，那时阵伊甲因太太结婚，啊想袂到生这个囡仔是伊甲因太太加起来。我即摆就是要介绍讲伊的营养来去哦，老师啦。这个囡仔伊嘛是叫康康呢。对。来，自我介绍。来，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罗世空。嘿，刚才讲的不是标准的。没，其实边仔是我的老爸啦，嘿，我的爸爸，嘿。哎，你唔过你的台语比爸爸更较好。对啊，刚好，刚有。哦。你的台语有较像学无？我是一个甲我厝内底拢讲我阿妈讲台语啦。哦。迄时阵疫情的时阵，迄个买所在啦。嘿，所以我讲我阿妈生活了三个月拢是讲台语。哦，来蒙看卖咯，台语蒙看卖哦。要蒙啥话咧？哎呦，你什么咧？康哥啊，你有惊什么？没啦，还好啦。啊，这个恐怖伤嘛。对。较早。不过伊个有吼内面，哦哟。较早是真正拢用迄会动的啦。会动的物件。我甲你讲，伊真正会动啦。真吗？真正。你会惊啥货啊？我惊加抓。免惊。好，来3种啦。准备好啊哦。好来。来哦，咱台语望看卖，来看头前手，孙一米，请望开始。有点秀啦，什么物件啦？哎呦！刚露出来啦！走出来啦！还是，啊，唔讲我嘛袂晓讲这个台语呢。是，不要紧，试着你先讲，来，你叫哥哥。我你试着啊？你试着啊？你啥？什么？恐龙。你给我讲一解。恐龙。伊讲恐龙。伊就是讲那个囡仔5岁啊，娘来啊，互因爸。哦，迄个恐龙对吧？遐你家的恐龙啊！侏罗纪公园内底迄个恐龙。老师，恐龙对唔对？对。是恐龙吗？不是迄个恐龙哦。应该有另外一种念法吧？你会改哦，会改呢，会改哦。是，好来分数。
恭喜咱这边得到1分哦。咱来问看老师，佫有啥物念法吼？来，老师，迄字叫做强啦，吼，可以往强啦。啊，你拄仔讲迄牛奶啊，迄叫做空啦，吼，迄两字无共音啦。空凉嘛，袂唔是可以用强凉，你若要照迄汉字念啦。啊，但是我等到看，我心内看到，我是想讲是犀牛呢，哦，不是吗？来的另外一个词来，啊，大家提出来，啊，这不是不哦，是，这是嘿强凉，嘿强凉会叮当的虽强。然哦，阮这边是无得分啦吼，啊，不过阮的效果真好啦。感谢空空哥哥，光甲走出来呢，是感谢空空哥哥。唔免紧张哦吼，嘛免那个等下可能会真正会走出来恐怖。对。有诶，佫会嘿，往着佫会想啊，念拢有呐。是分数好人啊。好人。好，不要紧，咱紧的哦，来换人。我感觉吼，查甫人应该是较袂惊啦。真的吗？真正。你会惊无？会啊。啊，你哥哥，你惊啥？我惊惊某啦，惊黏黏打电话咧，惊黏黏的哦，我看一下哦。哦，这吼有影会黏黏，会黏，嘿，佫会擦擦。嘿，阿公你惊什么？你讲加无？哦。哎呦，这样加哦。哎呦，哎呦，歪，准备好啊哦。准备好。好来，台语望看卖，请开始。看头前，来，看头前哦。哎呦，哎来，阿斌哥哥，往来啊！往来确定。哎呀，你有抄到？无啦，我懵着。你碰到是我的手呢。你的手亲像往来你的手懵着我。是，阿斌哥哥确定是往来。好来，老师是不是往来？对。嘿，袂负你知影无？来分数。恭喜咱通过嘛得到1分哦。好，来听老师解说。拄则咱只会晓讲往来对啦吼，啊，敢知影要安怎处理往来？迄动作爱用倒一个处理的是方太往来，哎呦，下往来，好，你讲看卖。比如讲，这个往来你提起安怎？爱抬啊，对啦，爱抬对啦。我意思是讲，因为有的轨迹用抬，有的唔是啦。嘿啊，这个往来是算用抬的这类啦。袂当下往来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哎，当然抬了爱下，但是我想第一个动作，迄个算做要处的，迄个就是用抬这个动作。啊，过来就是，咱敢知影这个要安怎讲这个往来的量词？比如讲一什么往来？你会安怎讲？一粒。一粒。你要用一粒啊？啊，这边有用一支的，你敢有听过用一支的？支的啊，我记得是迄支用来起来抬，一支，抬一支用来。一支是较正讲啦，嘿，一支较正讲，啊嘛有用其他的形容。无共款的啦，因为跟人无共。因为一般用一粒会圆形的啦，嘿，啊，这算无胶圆啦，所以这种会用像一支这个讲法啦，嘿，啊嘛有人会用其他的形容，可比讲这个足大盖的，哦，用一盖安尼来讲，嘿，一盖足大盖的，嘿，嘛有人安尼讲啦，对，啊，一支是较普遍啦。